1930年10月29日，当时世界上大上豪华轮船诺曼底号伫法国圣纳扎号落水，初次启航。诺曼底号请来巴黎上顶级的总铺师，也有室内游泳池、歌剧院、大理石教堂。但是1940年法国战败了后，被美国改装做军舰，完工无偌久不幸导火，团结游轮瞬间变成废铁。1989年10月29日，台湾头一架自行研发的战斗机 IDF 建国号战机，伫台中青山港基地头一次公开试飞，当时总统李登辉嘛到场。想要到飞机准备起飞时，特别轮胎向用憋起，其实气喘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。911攻击事件了后，美国情报单位全球大搜查，目前锁定盖达组织。2004年10月29日，当时盖达组织的首脑宾拉登透过录影，伫半岛电视台声称伊就是911攻击事件的主使者。宾拉登也佮放声，要再度对美国甲西方国家发动攻击，一直到后尾让步。